干杯！好，好，喂，龙弟走，走。来，你姐干杯。上款啊，上款啊，上款啊！柳丁吗？给论，大福。有干哦。对，夏天，好漂亮。谢谢。一比某拉啦。你们真的是爱吃乐队呢。欢迎收看《平安来煮一餐》，我是阿丽。唔知大家煮菜时节要听音乐无？我发现啊，都煮菜时节听音乐，唔但将心情会动好，还会增加煮菜嘅灵感哦。就像我也播嘅听一个乐团嘅音乐，佢就帮我煮一菜嘅灵感。今日我就想讲，我要留佢哋上线，看佢哋一下都做乜嘅好聽嘅歌曲。大家好，嘿，你们好，我是雅丽，雅丽姐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嘿，春眠无吹。希望你会很喜欢这个节目。爱牛的爸爸，爱高的爸爸，夜叉爸爸，你本人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爸爸。爱爸爸，阿爸的梦，全世界给阿爸都健康，空空健健。阿妞的爸爸，你看阿妞每一次吹这首歌的时候，气息都特别长，谢谢你把它教得非常的好，爱你。我也播嘅都要聽唔到嘅音樂，什麼？當好聽。謝謝。嗰行歌我愛恭喜人哋，耶！唔得唔係因為金曲獎嘅。耶！不過呢一波疫情啊，泰嘎真叮咚辛苦。不過我們有很煩一個事情，想要跟雅麗姐分享一下。就我們最近還有得到新加坡的 Fresh Music 的大獎，然後把這個幸運分享給泰嘎。哇，這太喊雜哦！你們實至名歸，你們真的是非常棒的這個音樂創作，我覺得你們的音樂都非常棒。尤其係我啊，聽懂一首歌誒，很多芒果酒釀西瓜，反酸就釀西瓜。這一首歌，這個創作的靈感到底是來自於什麼地方啊？其實呢就人嘅靈感係從大眾水果嘅那個聲音嘅聲啊，然後又吃到反酸呢，非常特別，它就有一種臭狗的感覺，然後那個 yellow 的那個黃色嘅感覺，就是很台灣有這種很有活力的感受，所以就想要把椰甜啊，然後愛的泰嘎都非常喜歡吃的水果，然後放在果蔬裡面。故種我一下我就想講，因為你都也是歌誒，我就來變化看啊，做得有辦法留亞出歌誒嘅用嘅歌名，然後變出到我嘅菜地度來。哦，好期待哦！期待！一下就來做反酸酒釀西瓜，夏日飲品哦，我準備西瓜，好，我放到果汁機裡面去打。黑公不卡哦，紅色嘅西瓜，黃色嘅咩做得哦？做得啦，你就試看下嚟啊，就像我們的果味啊，試看下嚟，試看下。然後放一點糖進去，因為我要加水，好。哦，有甜甜的感受，適合夏天。好，都一樣哈，西瓜，我們的靈眼西瓜。芒果哎，好，讓它反酸。这个是艾文吗？
反酸，来艾文。哇，你们看得很认真呢，啊，你们真的是爱吃乐队呢。好吃，非常爱吃。李爽跟爱。跟我一样。要芒果汁，好，这个可以直接喝了。有没有力度？我味道都要出口的啊，然后我就想讲做咩编发咩哈，然后你看，哦，这是柳丁吗？我以为是给论，蛋吗？上看啦，我用反酸做个饼块，哦，芒果的冰块啊。好细节哦。西瓜，也系饼块，汽水，哦，OK， 哦，我喜欢。我的冰冰凉凉的。哦，渐层要有渐层。夏天，上色，哦漂亮。西瓜冰块，雪碧冰块。哦，所以那个要冰成那个。啊，冰成冰块的反酸，对。然后还这个有构图才会漂亮。有种太阳的。玛卡，永生摸你的哦。干了。哇，用它施救啦！好，我先上。啊，呢是加冰龙皮呢。哇，哇，冰笋烘就做的。漂亮。啊，雅丽姐干哦。雅丽姐来看你做这些变化，来看你做那些编发啊，就是懂抢怂啊，会让我想说，很想要知道，都是创作人统黑冲州宁啊，你知道要做变化、做创作，亲哪个事情是哪一个细节？组合。对啊，你都知道反酸的咪西呀，你都知道西瓜咪西呀，那你都知道这里面每一个细节的咪西，可是你把它组合起来，它是不是合理的？嘿，真婷哎，我也觉得是这样，有共鸣，变成是一个作品了。好，给我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这是一笔抹拉啦。等下就送过去耶。哦，真的吗？唔过我送的就係我打好的反酸、西瓜，还有酒，就我用的材料全部就有，唔得我去家去创作，去搞去编发。啊！没有，我觉得快到了。那汤都有伤嘞。哎，是哦，来哦。你哦，那等我一下。等一下谁调啊？他拿着他调。本团学霸，我不会调酒。学霸调酒。啊！看雅丽姐的爱心都在这里，好不好？那个，大块。哦，反酸。西瓜。酒。雪碧。Sprite。这个蛋黄，你刚刚已经被内定，你要调酒了。感觉哦。已经决定好了，哇，够。是哦，很难吗？帮你啦。是先西瓜，对不对？先西瓜。西瓜吧。酒应该要表面张力。倒到表面张力。太少了。大福。这个很香哎，这个阿婆做的真的很香。这样子啊。
看，在这边。而且这边有一个某熊桶给冲走哦，2次创作。来讲，我跟你说，梅子沉下去了。这个黑黑的这个，这边是梅子。有抹盐呢。因为我甲你阿婆做嘅，唔系酒酿哦，嘿，你同款的。哦，没外洗的抹盐黑抹。二创。紫苏梅吗？我唔抽。因为你刚刚说创作，你觉得最难的青蓝跟黑把它组合在一起嘛？我就觉得哇，如果我可以吃康纳这个某熊桶给组合，就觉得向雅丽姐的创作致敬。来干杯！哎，林宽啦，林宽啦。分几招，分几招，锵！什么感觉？有夏天的感觉吗？就果汁嘛。有啦，我觉得那个2种水果的那个香味混在一起很棒。然后其实酒啊，你想要加多点也可以。这2种水果，它就是一个很温和的水果。其实你们这首歌整首这样听起来的感觉，就是很柔和，就是它没有一个很冲突性的东西在里面，很舒服的感觉。好，希望大家你们卡都做对，吃康纳做亮住某熊桶跟以前的这个作品，然后跟家里不卡你分享，然后给大家更多的力量。你们一定要继续创作，哦，好，给我们有更多的灵感，然后来做料理。好，希望疫情之后我们真的面对面。那疫情结束之后，我们再一起相约喝芒反酸酒酿西瓜。OK， 再玩一下。拜拜。遐一杯就是爱糖春面乐队嘅各位做出来嘅饮料，唔得咩做在糖款那记得嘅音乐，看做嚟做出乜个好食嘅料理哦。还有到我喊那个邀请朋友来做料理，听出来看哦。穷还是西瓜。